还记得被封为台湾戏剧场界泰斗的李国修吗？编导演可以说是样样精通的李国修，曾经创办屏风表演班，作品多达27部，演出了将近2000场。但是2013年的7月，他因为大肠癌病逝，屏风表演班也宣布无限期停演。6年过去了，李国修没有随着时间被遗忘。他在剧场界撒下的种子，子弟兵们也渐渐开始发光发亮。李国修的戏剧人生和他的无私传承，带您一起来看。技术跟演员都不需要，就慢慢悠着走就就好。因为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，不能就功德圆满。不管你唱什么，你爹我是一句一个好啊！从今以后，我要活在舞台，死在舞台。乡愁，还有他对老家的思念，都发生在那张床上。我留下了27个剧本，请你们细细品味我的戏剧人生。1955年，李国修在台北中华路铁道旁的违章建筑里出生。父亲在繁华的中华商场做纯手工戏靴，凭着手艺养家活口。这个看起来爱笑的孩子，在当时任谁也想不到，他能把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搬上舞台。何处不剧场？应该是屏风一架，我们就可以在前面演出了。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屏风表演班。1986年10月6号，李国修成立了屏风表演班。身为剧场导演，李国修因材施教，有教无类。极具幽默感的他，创作情境喜剧特别脍炙人口。我跟你说，开台拜拜买水果要买圆形的，你去买有角的杨桃干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有角的水果拜完之后，剧团内部会人事不和。可是榴莲是圆的，可是榴莲的角更多。他觉得 local 就等于 universal。其实你只要把一件事情，你叙事的深，你连水果都买，它就可以反射给所有看到的人。以国修老师的人生观来讲的话，他会觉得一个悲剧，再加上时间，就等于喜剧。修国啊，你看什么时候啊，能穿上你爹做的戏鞋，上台唱戏，我坐台下看，啊，不管你唱什么，你爹我是一句一个好啊。爸，学习很苦哎，8年做科比坐牢还苦。你吃点苦怕什么？把人生经验投注在角色里，透过每一次费尽心神的演出，深刻反省；透过戏剧也自我疗愈。看戏的是修心，演戏的是修行。观众在看戏，在修你的心灵，在修复你的心灵。因为戏剧呢，它让你不只是投入，甚至于投射。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遗憾，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没有完成，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能满足。这个是修复你的心灵，让你的心灵呢荣获更干净、更单纯。演戏是在修行，因为很苦。李国修努力为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作，一共27部作品，诉说大时代中小市民的故事。都没有再吃饭哈。被你老婆虐待哈。他就是一个充满爱、想象力、幽默感的人，不会生气的严师，因为他教学非常严格，教编剧也好，教导演、教表演都很严格，但是他从不生气，因为他觉得生气其实是因为你在掩饰自己的不足。来，1、2、3。人生谢幕6周年，你我记忆中的李国修也仿佛停留在最美好的时代，而他的职人精神也将永远流传。40年的舞台生涯，李国修让笑声环绕在剧场，就像他的至理名言：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，也就功德圆满。记者顾长文凯晨报道。